位于安南区海淀路二段甲安吉路交叉路口，过去照大雨地因大水拢无法度彻底改善，以及互民体为例，因为地势低，就是上入水相当艰苦。虽然市府已经有施作涵箱改善工程，毋过因为强降雨一来，水透白里共款饮。对此，立委陈天辉要求市府水利、公务甲安南区公所等相关单位来现地会勘，毛地方相当期待表达行为。每一次下雨，我们家必淹呐，所以就拜托那个陈廷辉委员能够帮我们处理那个淹水的这个部分呐。这件拜托着委员，咱来斗相共吼，来遮吼要彻底要来解决着讲这个淹水吼，会当将这个水路吼带位这咱的这个。会排水系统为咱的安东大排处理吼，快当互咱的遮会当讲遮的住户大家平平安安，唔通每一届的落雨拢来受到咱的水灾，伊的迄个足辛苦的每一届个咧破水。立委陈天辉都来听出民意甲工程单位的意见，徛伫灾民同理心，就是爱拼上紧的速度，找出上好的方案来解决水患。因为附近到海尾不能了甲安中抽水站，建议调整排水方向。咱即马拜托讲，咱的工务局、水利局，佮甲咱的区公所就新的案。新的案去做规个高站的设施，就是讲排水沟的设施，加着咱排水系统的设施，免咱甲水会当抽去咱的安中抽水站，这等于是上紧的速度，甲上紧的方向。所以咱希望伊一个月内将咱所有的排水系统做高低差，那可以改善的，我们全部改善，因为上紧的速度来解决地方的困扰，无这个瓶颈无解决是袂当。台南对洪灾到因大水，立委陈天辉为了替民众解决问题，唔捌天困。尤其一个所在，过去竟然是会勘过8摆，也是因，所以只好改用新的方案来重新设计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